续乐，请弟兄姐妹亲诵《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会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的名何其美，要在各地彰显；你的善在各处被传扬。求主恩膏早晨的聚会，赐下祷告、敬拜、赞美的灵运行在当中。聚会中充满神荣耀的同在，透过敬拜，使前来聚会或在视讯中观看的弟兄姐妹们，都被提升到神的宝座前，并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在崇拜前，我们省察自己，若在暗处有不好的意念，求主的宝血洗净一切隐而未现的罪。愿弟兄姐妹被圣灵引导，用心灵诚实、口唱心和的赞美神。亲爱的主，你是顾念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父，你要我们彼此相顾，帮助我们时常为家人、朋友祷告，带领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彼此安慰、造就，使我们靠主有力量。在这疫情大规模流行的时刻，许多兄姐与家人纷纷确诊，可能生活和经济都陷入困难。求主帮助我们在此时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能顾念和体恤肢体的事，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让神的恩惠与怜悯环绕其中。恳求天父施恩怜悯，保守患病者能得着良好的医疗照顾，健壮他们的自体免疫系统，早日恢复健康的身体。在这环境充满挑战时，使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我们的嘴要赞美你。求你使我们从心里忧闷的烦躁的心，进入你所赐的平安中。求主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丰盛慈爱的天父正带着笑脸与我们一同面对眼前的困难。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翻开心灵粮诗歌第53首《诸天赞美》。会众请起立。诸天啊，皆都赞美主，众天使同心敬拜，日和月欢欣同侍奉，众星宿快乐拥戴，众口舌当来赞美主，全宇宙同心顺服，主定律必永不废去。
土皆得生，罪与死驱除无踪。赞美主，因他历救恩，众天君全用主能，天与地一切创造物，称颂主名到永恒。第3节，敬向主献崇拜赞美，尊贵荣耀都归主。众生都在天空中敬主台前，我献虔诚，将天使侍奉在主前，至平生主君得成。会众仍然站立，我们一起同诵《使徒信经》，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来齐印这一周的经文，在诗篇97篇，旧约圣经624页。翻到后，由司会来起，会众来印。最后1节、12节，我们同诵。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不好意思，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啊，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我们一起，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公道，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周报第3页。主啊，我们要为非洲国家赖索托祷告，愿基督信仰人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愿国家百姓都能认识基督信仰。我们要为台湾卫理公会北2教区教会祷告，木栅卫理堂张约瑟传道，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的人民。我们要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整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们要为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平安，愿他们工作顺利。今天的经课有2处，在约翰福音还有启示录。首先，我们翻开新约约翰福音122页，17章20到26节。约翰福音17章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奉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让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建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要在他们里面。第2处经文在启示录最后1章22章12到14节，还有16到17、20到21。启示录22章12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第16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今日正道经节在《使徒行传》16章16到34节，《使徒行传》16章16到34节。翻开后由我来攻读。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污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里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第19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到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和他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接下来，本堂有一个受洗礼，我们请牧师来主持。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在疫情的当中，在这么严峻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她愿意凭着信心勇敢来接受洗礼，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要能够勇敢的来到这个地方，勇敢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众人的面前来见证信仰，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特别又在疫情的当中，这更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也许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像很多地方会遭遇到大的逼迫或是患难，但是这个疫情就足以让我们可能却步，或甚至信心软弱。但是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边要来见证这位姐妹她的信心，还有她愿意向上帝这样的宣告，她愿意相信耶稣，她的生命要改变，要不一样。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为她做见证的，而且也可以在这个当中来感谢上帝，就是众人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感到灰心失望，或者是让我们感到在这个困境的当中，好像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在不能做的当中，很多事情不能做的当中，上帝仍然给我们开了美好的路。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见证这一位姐妹她的信心，依靠上帝，她在众人当中要来见证她的信仰。所以我们要请怡璇请你到台前来。好，然后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各位，这位是陈怡璇姐妹。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都戴着口罩所以没有办法看到真面目。但是我们相信在主里面，我们都是相当熟悉的，好像我们就是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一样。在教会里面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分是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或者是性别，或者是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角色，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一个在上帝的里面是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看到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一家的人。所以我们要特别来见证我们的怡璇姐妹，她要来这边来受洗，
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我们荣光堂家庭的一员啊。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在这边也为他来祷告，求上帝帮助他，让他可以信心得着坚固啊。好，议员，请你转过来。好，那当然要受洗不是马上就要洗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测验一下他的信心是不是他真的愿意能够这样来坚信这个信仰。所以我们也让弟兄姐妹也在我们当中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好，请听圣经的话。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怡璇，这个你的重要的时刻即将要来到了。怡璇姐妹，你决心前来领受基督的洗礼，我们极表欢迎，更为你感谢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今天所接受的，不仅是水的洗礼，而是打开心门，让圣灵进入你的心里，基督住在你的心里。现在你在众人面前要见证你对基督的信仰，表达你前来受洗的心愿。所以我要问你几个问题，那请你等一下来回答。陈怡璇姐妹，你愿意真诚悔改，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与救赎，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吗？看，好，对，喂，好，来，依靠主耶稣，我愿意。好，好，这个不用担心，才第一题而已哈，后面还有，怡璇，你愿意因受洗加入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吗？靠主耶稣，我愿意。谢主啊，他已经第二次回答愿意喽啊。好，我们再听这个问题哈。陈怡璇姐妹，你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在日常生活上又愿爱人如己，在信仰上持守圣经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吗？依靠主耶稣，我愿意。阿们。好了，好，所以我们的怡璇姐妹在众人的面前，她回答了3个问题，她都愿意的。好，那我们就因着她的信心，我们要来为她来施洗。我们就请妹妹来帮忙一下哈。好，那这时候我也要请我们的社青的属灵父母亲，我们的辅导哈，请你们也来到他的旁边好吗？怡璇是社会青年哈，那他的团契有这个父母亲，就是他的辅导，可以来协助跟帮忙他哈。好，那我们要来为我们的怡璇来施洗哈。怡璇，你靠前面来，在前面，啊。陈怡璇姐妹，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怡璇姐妹来做这样的见证啊！她的属灵父母也在这个地方，相信她在未来在社青团契，在我们的当中，她能够有美好的灵性成长。我们一起来为她祷告。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使今天受洗的怡璇有圣灵的印记，列名于主耶稣基督忠实的门徒行列中。又求主把丰盛的恩典赏赐他，让他心里有主的平安和喜乐，在生活上
流露基督的香气和仁爱，使别人看见他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他在天上的父。这都是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一拳，请你来看一下你的属灵父母啊，这是社青的辅导，我们的这个才叔跟我们的这个若云姐啊，很高兴能够接纳他到我们的社青团契当中。对，谢谢主啊。好，那结束之后我们再深谈哈啊，我们要送这个教会要致赠我们的这个会友证书。跟我们教会的一个礼物，我们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天一兄来致赠哈。好，来，这个是我们的会友证书，还有我们的洗礼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好，谢谢主啊，还没。好。好，谢谢。礼物是接踵而来了哈，所以我们就这个还有他的学弟学妹要来跟他祝贺哈。对，这是他的学弟学妹哈。好，谢谢。好。礼物不止这些了哈，所以我们会后还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要表达心意，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的这个怡璇先退下来，让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来做礼拜哈。好，请怡璇回座。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愿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来蒙福。所以，请弟兄姐妹继续关心教会的成长。特别我们的年轻人，希望他们可以在这边得帮助，愿上帝帮助我们。家人，我们天上地下同庆贺，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由本堂蔡伟文牧师传讲本周信息：危机与转机。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可以在这边看到怡璇的受洗。我相信每一次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受洗转入教会或是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有那样的悸动。也许你会回想到以前你如何在上帝的面前这样的宣告你的信仰。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受洗或是洗礼，就是再一次的去回忆跟回想我们的在上帝面前的这样的宣告跟认信。所以不是只有在这边受洗的姐妹她在这边认信，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重新的再一次的确认我们的信心跟信仰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特别知道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能够愿意凭着信心来认识上帝，来就近上帝，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所有的一切都在反对你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凭着信心仍然坚持走对的路，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走信心的路。虽然也许没有其他的人与我们同行，但是我们相信这是对的路，就有真道在这当中，我们也行在这里面，有上帝的爱跟上帝自己本身与我们一同行在这道路上。愿上帝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但是也不要学这个状况。有一个年轻人叫小明，然后他这个去学校上课迟到了，那老师就问他说：“小明，你今天为什么迟到了呢？”这个小明就说：“老师，因为我在路上帮助一个人，他掉了500块，没有办法回家，所以我就后来他跟我要了钱回家，我就给他200块，让他可以搭车回家。”然后这个老师看到这个小明这个天真可爱又觉得他很有爱心，就很担心他是被骗的，所以就跟小明说：“哎，小明啊，这个要小心了，现在骗人的人很多，所以虽然你很有爱心，但是这个要小心，这些人可能搞不好是骗你的哦。”可是这个小明就跟老师讲说：“老师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刚刚才捡到500块。”听得懂意思吗？那个500块是谁掉的？是刚刚那个人掉的，所以他又把那个200块又给这个掉钱的人，让他搭车回家。
好，所以这个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要能够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其实是不容易的。正直是什么意思？正直是即使没有人看到，我仍然应当做对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正直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很不容易。包括你骑车在路上的时候，假设你的红绿灯左右两边都没有车，但是你这边是红灯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没有车就冲过去？没有人看到，会不会你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正直是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仍然做对的事情。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要能够在上帝面前保持那样的一个正直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得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有一张图让我心里面有一些个感触哈，因为这12项内容似乎在我身上都已经有了，我不晓得在大家身上你有中了几样啊？他说有12件事情证明你已经老了。好，那这哪12件事情？他说下班只想躺平，然后无法熬夜了，没有办法排队了，然后一群人说好夜唱，但是11点就结束了啊。然后看到有人潮就害怕了，莫名其妙的这个礼拜天也是很早就起床了，然后早餐从奶茶拿铁变成美式，现在我就是喝美式了啊。好，这个大卖场，喜欢去逛卖场的，骑车的时候我们都唱那个民歌，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是民歌的时代，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那个歌好熟悉哦，可是跟现在的歌都不一样啊。刷脸书是为了看新闻的，然后在生命当中来来去去的人都看得云淡风轻了。不晓得在这12项当中，我们有中了几个？或许很多人会说，我这个虽然年纪虽然年纪大，但是我心里还是很年轻的，我并没有这些。当然这是很好的，但是当我们年纪越长的时候，上帝帮助我们，不单是年岁的增长，我们的生命也应当是更加的成熟。所以不是因为外在的关系，也许有的人很年轻，但是心已经很老了。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也许年纪也许可能有点年纪了，但是我们仍然心态是保持年轻的。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我们的心理的年龄是跟着我们的年纪一起的增长，是成熟而不是变老。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是往成熟的路上走，而不是往这个变老了或是不能变通的状况走。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用开放的心来接受所有的一切。也许跟我们以前所接触的，或者是现在的人、现在的年轻人所做的，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用开放的心去接纳跟学习这些的美好。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那今天的经文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个背景。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有2个很重要的使徒，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做保罗。那在圣经里面，从第11章使徒行传第11章以后，比较多都是在记述保罗的事情，保罗的一些的事工。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会常常看到有关保罗的事工，或者保罗在进行的一些的侍奉。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有个很特别的事情是，原本他想要往亚洲的东方的地方来走，但是圣灵没有允许他们往东方走，所以后来2次圣灵来拦阻之后，他在晚上的时候，他做了梦。这个梦中他看到了一个异象，那个异象叫做马其顿的呼声。所以有很多人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叫马其顿的呼声，或是很多宣教士常常说他有马其顿的呼声。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上帝给他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有一些人是他要去服侍的，上帝给他特别看到有一些人的需要，让他能够往那个地方去。所以保罗原本是要往东方的地方去的，结果后来他看到了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往西方去，往欧洲的地方方向走。所以马其顿的呼声让保罗从原本要往东边，
结果往了西边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圣灵会拦阻我们，有时候圣灵会工作，让我们好像哪一些事情不是那么顺利的，会往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也是上帝带领的路程。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虽然不是我们心里面想的那样，但是我们仍然按照上帝的带领跟方向来前进。所以保罗领受了马其顿的这样的一个呼声之后，他就往这个西边的方向去，所以他就去到这个欧洲的第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叫做腓立比。各位如果在地图上面可以找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各位在这个地方叫做地中海，地中海的这个靠近欧洲的地方，这里叫爱琴海。爱琴海的上面有一个红色的这个地名，这个叫腓立比，就是保罗跟他的布道团跟希拉这些人他们去到的欧洲的第一个这个地方叫做腓立比。他们在腓立比的地方事工非常的成功，他们在那里侍奉非常的喜乐，他们在那里侍奉非常的顺利，因为在那里上帝给他们开了路。在那里有一个姐妹叫做吕迪亚，她是卖布的。各位知道以前在古代的时代里面，卖布匹的人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特别是卖紫色的布。所以这个吕迪亚她是卖紫色布的，她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信徒，一个姐妹。她们常常在河边祷告，所以保罗去到这个河边为他们，跟他们一起聚会，跟他们传福音。所以第一个建立的在欧洲第一个建立的教会叫做腓立比教会，就是保罗去到那个地方，在那边建立的教会，是保罗建立的腓立比教会，不是欧洲第一个教会，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已经在那里建立教会了。但是在腓立比第一个建立教会的就是这个保罗去到那边的时候开拓了这个教会。很多的事工看起来都是很顺利在进行，很多的事情好像转了弯之后很顺利来走，但是事情往往不是人所想象中的那样的情况。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这个女仆，有一个卑女，这个使女这个人，她在路上的时候，她在那里帮人家算命，她在那里帮人家讲预言，或是讲一些的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人这些他的主人就是靠着这个女佣，靠着这个女仆，靠着这个使女来赚钱的。各位，早期在欧洲的地方，有很多人为了要知道神明的指示，或者要了解神明的意思，他们可能会找一些人，然后让他被囚禁起来，然后灌他一些的迷药，让他在迷幻的当中会讲出一些的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有时候可能很准，所以很多人会去觉得这些人是像这个算命一样是很准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去求问一些的事。所以这个使女的主人，他们就靠着这个使女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去赚钱。但是这个使女她其实是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基督徒不要去碰算命，或者是碰这些的叫做交鬼的事情？因为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这些东西都是跟邪灵是有连结跟运作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应当去碰的，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跟我们的灵性、跟我们的信仰是会有冲突的，或甚至是会对我们的信仰造成一些的伤害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不用担心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怕鬼，其实是鬼怕我们，而不是我们要去怕鬼的。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们在马祖有一位姐妹以前我在马祖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叫做1年来2次的基督徒。知道为什么1年来2次知道吗？过年来1次，然后圣诞节来1次，这个叫1年2次的基督徒。好，那这个基督徒他有一次他就去跟人家去到福州的地方去旅行，去观光团、旅行团，然后他们去的团很特别，叫做观落阴旅行团。什么叫观落阴旅行团？就是要去这个，因为有些人他们没有办法跟以前的亲人再见面，所以他们都会透过一些这些灵媒，或者是透过这些的人，希望可以再去跟他们的一些先人或者是离开的亲人可以再谈话，所以他们就去参加了这个旅行团。当然一边旅行，然后最终的目的是要去做这个。我们这个姐妹她就去到那个船上去，然后就是要去看这个
这个观落阴的状况。结果在那边那个鸡童他一直发不起来，那发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那边质疑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鸡童他发不起来？结果这个鸡童他就指着这个群众说：“你们当中有一个很大只的鬼。”他说：“我没有办法发起来。”然后这个大家都很惊奇。后来他说：“里面有基督徒，所以我没有办法发起来。”所以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是信耶稣的，请你们都离开那个船，所以他们才可以顺利的可以进行他们那个算命的这样的一个观落阴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是我们一个姐妹她讲的一个见证。所以虽然她并不是很敬虔的，虽然她觉得她并不是常常来做礼拜的，但是因着她受洗成为神的儿女，里面有神的印记的时候，连那个鬼都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缘故能够做些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怕鬼，是鬼要怕你，但是你要凭着信心靠着上帝来得胜。但是不是教大家说你要当那个叫做1年才来2次的基督徒，不是哈，是要凭着信心。我们常常在主的里面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去害怕这样的事情。但是当这个使女她被鬼附之后，她讲了很多的话，好像感觉像是为这些使徒来做见证的，但是事实上却是相反的。保罗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圣经里面提到，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说，保罗他觉得厌烦，所以他后来就把这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了。很多人会说，那这个鬼他讲的并不是一个谎言，他是讲真话，那为什么保罗还要把他赶出去？事实上他是有一个原因的。保罗在使徒行传，各位如果看使徒行传14章的地方，在路斯德那个地方，保罗也曾经让一个瘸腿的人站起来行走。因着这个神迹奇事，反而让他很多在福音事工上面很困难，因为就有很多人认为说他们好像是神一样。所以那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被当地的人崇拜像神明一样，甚至有人要跟他们献祭，所以让别人搞错了对象，变成好像他们变成是神一样。所以就有人说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这个希腊的神明当中的2位，然后显现在他们当中，让人有了错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使女，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她讲的话虽然是真的，但是当她宣告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所有的人更信任这个使女，更信任这个女孩子，以至于他们听不进神的话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帮助，其实并不是真的帮助。我们现在常常讲叫做猪队友。猪队友是什么意思？是吗？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帮助，但是其实不是真的帮助。所以保罗就奉耶稣的名把这个鬼赶出去。各位，看起来事工很顺利，但是并不是代表顺利之后就是一切都是顺利的，或者就是一切你做了好事之后就表示有好的事会发生在你身上，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跟希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1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9节一起念来。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跟希拉他们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他们把鬼赶出去，应该是一件好事。可是为什么却被人家抓去在街市上要去见那个官长、见首领？因为他们断了人家的财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一些对的事情，但是是让人损失了利益，或是让人断了财路，反而是让人对我们产生了怨恨。你做对的事情，不见得会有对的回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以为说做对的事情应该有对的回报，会回到自己的身上。但是事实上反过来，有时候我们做对的事情，反而不一定会有好的回报在自己的身上。有时候可能反而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是遭人记恨，甚至遭人家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跟伤害。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因为有奴隶制度，说是黑奴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想要起来做一些的反抗，或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伸张或是主张。但是常常会因为利益的关系，会因为一些的利益的问题，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出来。所以在美国有发生过南北战争，因为黑奴的关系，所以反而导致
解放黑奴是对的，但是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反而是因为黑奴的问题而断了财路。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你做对的事情，反而是得到了一个不好的回馈跟回应。所以保罗跟希拉他们做了对的事情，他们去服侍当地的人，甚至去帮助这个使女，让她不再受捆绑了，让她可以得到释放，让鬼赶出去，不再让她被鬼来捆绑。可是反而这些人要拉着保罗跟希拉，他们要到监狱里面去。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担心跟害怕，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上帝差我们去，或是上帝带领我们出去，他必然给我们够用的权柄跟能力。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0章的第8节，上帝耶稣基督给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都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做这些的权柄跟能力的服事。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马太福音10章8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一起念来。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耶稣基督差遣这些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不单让他们去传道，而且给他们有权柄跟能力。医治病人是能力，赶鬼是权柄。所以当你能够去行这些事的时候，上帝透过权柄跟能力的服事来为你的话做见证，为你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来传的福音来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带领别人，带领人让人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也给你这些的能力跟权柄，让你可以透过这些的能力跟权柄去服事。所以你绝对不是空手去服事的，你有上帝给你的能力跟权柄，能够去侍奉，可以去服事。你能够有医病的能力，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叫大麻风可以洁净，把鬼赶出去的这样的权柄。这是上帝给服侍他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跟能力，让他可以去服侍跟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害怕，当你被差去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不行，我不会我不敢去做这些。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跟权柄，让我们可以去侍奉他。所以绝对不是让我们白白的去，好像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白白的去得着这些的恩典。上帝说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当我们领受这些恩典，也是一样要白白的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要供应出去，让人得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使人信主，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财务能力，或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金钱的资源，并不是这样。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上帝白白的将恩典给我们，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坏事却临到了他们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坏事让他们怎么样的一个结果。2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5节，一起念来。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跟希拉他们做对的事情，但是结果他们得到的却是这样要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对他们来说是很冤枉的。他们并没有做不好的事情，然而保罗跟希拉他们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放弃他们的信仰，或是放弃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在监狱里面反而在那里唱诗赞美祷告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22篇里面提到，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祷告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临到在他们当中，以至于他们在监狱里面也让这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些的人，他们也听到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上帝好像把我放在某一些情况里，放在某一些状况的当中，好像我就没有办法得到，或是好像我就没有办法去做些什么。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说，他说他生病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服事，他觉得他好像非常的难过，他没有办法为主做些什么。然而上帝透过他在医院的里面，因着他常常需要跟医护人员接触，所以他反而有机会跟
医护人员传福音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有一些限制了，我有一些的状况好像没有办法继续，然而上帝可以在这些的患难的当中做新的事跟奇妙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提到他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主里的人的喜乐也没有人可以夺去，世界没有办法夺去这些的喜乐。因着神所赐我们的喜乐，即使在监狱的里面，保罗跟希拉他们仍然可以在那里来侍奉跟敬拜上帝。因着这样的侍奉，以至于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说，监狱已经被大地震给震碎了，或是这个监狱已经震坏掉了，甚至在当地的这些的囚犯没有一个跑掉的。但是那个狱卒，这个管监狱的人，他吓死了，他害怕这些囚犯跑掉，所以他本来是要自杀的。但是当他看到这些人没有跑掉，保罗也告诉他说，我们都没有跑掉，人都在这里。这个管监狱的这个狱卒，他发现一件事情，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他后来他问保罗跟希拉这件事情，他说我们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希拉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反而让这个管监狱的这个狱卒他能够得到这样的福音。3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1节的地方。31节我们一起念来。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要期待上帝要将美好的事也发生在你的家中。不单是你要得着这福音，在2个礼拜前，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见证。以前我们在嘉东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是客服班的老师。她信主之后，上帝给她有这样的智慧，让她可以来将福音带到她的家里面。她把电视转到15台的地方，好消息频道的地方，让她的先生可以回到家中，就可以打开电视，就看到好消息频道，甚至听到这个刘三讲古的那个节目。那因为他们是在乡下的地方，所以这个他的先生回到家里面，打开电视就能够听到这个好消息频道的节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会透过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家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上帝。所以32节这个狱卒他就做一件事情，是不单他自己信主，他自己也把他的这个家人也带到上帝的面前来。32节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做的。3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2节，一起念来。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狱卒把保罗跟希拉带到他的家里面，然后透过保罗跟希拉的传讲，不单是讲给这个狱卒他自己本身来听，他也让他的家人来听这样的福音。所以上帝透过这个狱卒，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以至于他们家里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听到福音。我们来看一下，在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罗西书1章28节，一起念来。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会给我们够用的智慧跟能力，能够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即使是在困境的当中，上帝也透过一些的方式方法，让我们有智慧去做见证。以前在我的家乡我的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阿嬷，她是帮人家洗头的。这个阿嬷她并没有很高的学问跟学识，但是她只会帮人家洗头。她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她做一件事情，就是当她帮人家洗头的时候，她就一边跟人家洗头，一边说：“来信耶稣，信耶稣就好了，信耶稣是不错的代志。”他透过这个服事，透过这个洗头的这个动作，一边跟人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传福音只有牧师的事情，只有哪些人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我们的服事来传福音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在33节，不单是这个狱卒他禁足，他自己信主，连他的家人都信主了。3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3节，一起念来。当夜就有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禁足跟他的家人在那个时候都受了洗。虽然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好的。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不顺利的事情，却反而促成了让禁足的这一家全家能够信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失去信心。有时候上帝给你的转折，反而也许可能是另外一个机会的开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克斯特这个牧师，他说，如果你想要福音的事工兴旺，他说我劝你尽你所能的去促进家中的敬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没有办法出去外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许有人说我没有办法出去外面传福音因为这样的疫情的关系，或者我没有办法出国去做宣教工作，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传福音跟宣教的工作从外面转到家里面来，让我们的家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马太福音5章16节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时间，上帝也许在某一些时候让我们遇到门关了的时候，但是也许在另外一个地方会开了另外一扇门，让我们可以进去。所以透过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反而这个禁足这个狱卒他们家里能够信主。所以上帝也许把你放在某一些不顺利的地方，但是他要促成的却是一件美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戴德生他怎么说，他说，受试炼的时候常常是承受赐福的时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不要担心害怕，反而可能是我们承受祝福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在不顺利的时候仍然相信上帝要透过这样反而是赐福给我们的开始。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在危机的当中要信靠上帝，并且靠上帝的爱来得胜。戴德生这样说，用爱来征服不能忍受的事情。所以当你很多事情胜不过的时候，唯有靠着爱能够来胜过，唯有靠着上帝的爱，我们才能够胜过那个没有办法胜过的。所以最大的武器就是爱。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极大的武器胜过那个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德瑞莎修女，她为什么能够在印度50年的时间，那个很脏乱很没有办法生活的环境里，但是她可以在那里50年的时间。她曾经这样见证，她说，我看到的不是瞎眼瘸腿的，我看到的不是长大麻风的，我看到的不是濒死的这些的病人，我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那里，我的主在那里，我岂不去帮助他呢？我岂不去爱他？所以只有爱才能够胜过那个困难，只有爱才能够胜过那个胜不过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3章9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能够承受福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困境当中或许是另外一个祝福的开始，让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时间，即使在受困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新的开始跟开创的时候。第二个，在危机当中要向上帝献上感谢和赞美。保罗跟希拉他们即使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仍然用感谢和赞美来敬拜上帝。所以在困境的当中，仍然可以在那里感谢跟赞美上帝。当我们没有办法出门，当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家里到外面去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家里面唱诗赞美敬拜上帝，让我们的家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每当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上帝就敞开天上的门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记得刚刚牧师讲的，上帝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在那里赞美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设立宝座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敬拜赞美不是因为场地的关系，也不是因为有敬拜团，或者是有好的音响，或者是美好的音乐，也不是因为敬拜主领，并不是这样。真正的敬拜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那样的好，就看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有没有专注来敬拜上帝。不是因为你有好的音响才敬拜上帝，不是因为你有好的钢琴来敬拜上帝，
不是因为你好的带领者来敬拜上帝，是我们跟上帝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在那里唱诗赞美上帝，单单的来敬拜。所以不是因为有这些其他外在的因素，而是因为我们跟上帝那样的一个美好的连结，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在那里敬拜。第三个，危机的当中要将基督带进家里做主，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这个禁足，这个关保罗跟希拉的这个禁足，他反而透过这个机会，把福音带到他的家里面来。所以我们希望教会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延续下去，那么就要将教会带到家里面，让福音带到家里面，让家人也可以有机会来认识福音。所以约书亚记24章15节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很多时候有人会说，这个好像是他们家的标语一样，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要跟各位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能够带领你的家跟你一起敬拜，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即使在外面没有办法出去的时候，我们把福音的对象转回到我们的家人当中，让我们的家人也有机会能够认识福音。所以为家人求天父，让天堂能够在你的家庭当中。使徒行传16章31节刚刚所读的经文，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思想，我们有多久没有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有多久我们还没有为我们还没信主的家人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就为我们的家人祷告，让他们有机会就认识福音。所以生命当中的很多的问题，都是上帝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或许你觉得很多事情不顺利，但是在那个不顺利的当中，反而是上帝要工作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握这样的一些的生命遇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也许是一个转折的时候，是上帝要给我们有新的路的时候。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每件事情当中看见上帝美好的带领。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所做的事工。虽然在一些事情上面他们遇到不顺利，但是他们反而因为这样把福音带进到这个狱卒的家里面，这个禁足的家里面，让他们家能够认识福音。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转折的路上有上帝的祝福在这当中。愿你祝福我们，让我们一切所行的不是突然的，能够看到上帝所做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为家人祷告，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他们也需要福音。愿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机会就向我们的家人来传福音，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跟我们一样能够来敬拜上帝。愿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今日的证道，希望上帝的福音无孔不入，用我们的智慧来，然后不同的服事来传扬福音。那今日的金句背诵，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一起背诵2次，请。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章31节。再一次，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传16章31节。我们一起来唱今日的回应诗歌，在心灵良诗选第205首《与主面对面》。弟兄姐妹，我们唱1、2、4节，第3节诗情继续，会众安静默想。第1节。面对面之基督救主，面对面将要如何？今天为我受死耶稣，面对面何等快乐！面对面我与主相见，在那遥远晴天。面对面在主荣耀
比见主容面。第2节，现在见主还不显明，丰富黑影可庄重，不久那福乐日来临，亲见主荣耀生荣，面对面我与主相见，在那遥远的晴天，面对面在主荣耀中，将来必见主容面。第4节，会众请起立。面对面欢欣的良声，面对面万事之情，面对面见我救赎主，他的爱何等丰盛。晴天，面对面在主荣耀中，将来必见主容面。会众，我们仍然站立，我们来做奉献祷告。亲爱的父神，天地万物是你所造，你是我的日头，我的盾牌，我的避难所，又是我的山寨。我单单仰望你，依靠你，必得着力量得福。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不做难，不勉强，因为捐的乐意是神所喜爱。献上感恩的金钱，作为教会事工所用，充充足足，恩上加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奉献的方式我们有做调整。等一下有奉献的，请聚会结束后，将奉献放到后面接待桌的奉献箱内就可以了。那我们一起来唱奉献诗歌，向主献成歌。凡我向主所献，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请坐。我们来唱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
下来我来报告教会事工还有肢体消息。今日为复活期第7主日，欢迎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也欢迎今天加入的我们的新的家人依璇，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你。在场还有新来的朋友吗？没有，好。2位依璇的朋友，欢迎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常来教会，然后或是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敬拜主，谢谢。第二，教会依卫福部2级防疫标准，请会众依循教会防疫规定，严格执行洗手、戴好口罩、量体温等，营造良好的崇拜环境。下周日6月5号为6月份圣餐主日及6月小组会议，因疫情影响将暂停一次。会后11点40分将召开6月份线上执事会议，请执事们预留时间参加。第4点，因疫情影响，教会周4的祷告会改全线上举行。教会各小组及成人主日学活动，由小组自己决定是否改为线上或维持实体。主日崇拜台语堂和国语堂以线上直播崇拜为主，但仍半开放实体，请弟兄姐妹尽量以线上崇拜为主。若参与实体崇拜，则请保持社交距离，座位就坐。实施时间5月22到6月27，后续再进行观察是否延续线上或开放实体聚会，请为教会防疫措施进行祷告。第5点，因线上直播崇拜主体，若弟兄姐妹有一般奉献或感动、特定及11奉献，请利用周间交由办公室转交，或是用转账的方式，利用信用卡奉献。转账奉献请填写姓名，以利教会的会计好作业。第6点，本堂教育部执事林宏林执事将推动各项圣经由宗讲座及圣经的测验，协助弟兄姐妹灵性成长，请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今天是最后的截止报名。第7，制服艺人学院因疫情影响暂时停课到5月31号，6月份观察后再复课，请为活动顺利代祷。第8，卫理神学院研究所新学期神学导论课程，请关心神学教育，并为本堂延伸神学教育祷告。第9，教会于2022年的爱读经计划，请参照研经释义进度阅读，列王记下4章27节到9章16节吗？为会有灵修生命的增长代祷。第10点，请为今年升大学及高中考生关心代祷。升大学的有赵正优、汪瑞恒、尤博仁；升高中的有廖寻生姐妹。第11点，2022年教会聚会人数可以增长到210人来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数。牧师有要补充的吗？好。会众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温柔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祷。圣经里面说圣灵像风一样，所以没有风的时候就会感觉很难过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圣灵的充满。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充满在个人的家庭当中，让我们的家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将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个人的家庭里面，使我们能够在困境跟患难当中，仍然有机会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做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请在今天的殿乐中为今日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若有在病痛或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来电话，牧师会为你们祷告。